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明仔载美国总统拜登要甲中国习近平通电话，这有啥物要紧？哦，人讲这通电话，两人讲了有拄好，还是无拄好，是会影响到美国国会议长 Pelosi 敢会来台湾哦。2礼拜前传出 Pelosi 可能来台湾访问了后，中国是气噗噗，那美国华府是大家拢在讨论烧钱 ，Pelosi 应该访问台湾无？即马敢是好时机？美国国会议长访问台湾这件大代志，嘛会当看做是台美中关系的涨头。咱即马唔知 Pelosi 结局会来无，总是来也无来，对咱台湾的影响，咱今仔日做伙来探讨。小解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严进升兼任研究员，大家好。邀请前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中心刘树杰主任，大家好。邀请全球防卫杂志陈国平采访主任，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今仔日要讨论 Pelosi 敢会来台湾这条新闻，吼，咱大先来看报道。美中最近因为台湾问题情势紧张，路透社报道，拜登甲习近平要伫日白进行通话。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对媒体表示，会讲到台湾紧张局势甲俄乌战争的议题。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行程，科比无愿意加讲，敢若表示国安团队提供相关的信息、背景甲安全协助。啊，毋过敢若佩洛西会当决定家己的访问行程。But let her speak to her own travels on her own. 日本媒体报道，佩洛西除了来台湾访问，当计划8月7日到日本访问，前往国会听对道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演讲。虽然到目前为止，佩洛西拢无正式访问行程，不过中国已经真侪届抗议反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甚至呛讲，美国的航母编队会互人消灭。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In general, we regularly provide briefings to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are considering travel to the region, and Congress is a independent and co-equal branch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members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互人问起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议题时，表示，若做议长也是任何人决定出国访问，佮提出军事协助的请求，军方拢会提供必要的措施，保护行程的安全。外交部是佮声明无接到佩洛西的确实消息，也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即摆的主角吼，民主党的 Nancy Pelosi， 伊是美国历史上头位的女性众议院议长吼啊。伊伫4月的时阵，本地就要来台湾访问，迄是一个亚洲的行程，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吼，总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确诊哦来取消。即马国讲8月可能会来访问台湾吼，总是这个访问台湾的问题出现了后，大家拢咧讨论。要来也无来，即马也唔知。总是今仔日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伊有讲，伊已经收到邀请，要甲 Pelosi 同齐来台湾访问吼。总是咱的外交部吼。也到当无正式讲会有即个行程无，咱看到 Pelosi 即个政治人物吼，对台湾是真支持，啊对中国是足强硬。1989年伫中国捌去抗议六四事件吼，92年的时阵，搁去天安门有步调同款，嘛是咧抗议中国的即个人权问题。啊，伊伫Trump 要咧做总统的时阵，伊甲 Trump 总统的即个关系无介好吼，当场甲 Trump 总统的即个演讲稿吼，立互破吼。正义老师，咱看到 Pelosi 即个政治人物吼，毋拿甲即个讲稿立互破，当时是Trump 总统演讲了后，伊咧拍破的时阵，击一个面枪吼，袂输 Trump 总统是一个囡仔片吼，即个政治人物，咱台湾可能无完全了解吼，请正义老师咱甲咱小解一下。咱知影即个 Pelosi 吼，伊即个1987啊，吼，就做即个众议员第一届吼，到今仔日已经18任连选连任18任的众议员，但是伊是众议长，吼，是众议院的议长，吼。众议院的院长，伊捌做过2届，吼，第一届是2007到2011年，吼，啊，第二届2019，就川普要咧做总统，吼，啊，2019到顺利啊，顺利的
就到明年初吼。哦，通常这个众议院都2担嘛吼，是所以伊到明年拢做8担的众议院的议长。是是，就是讲伊是众议院议长，伊的层级是足悬，吼。啊，层级足悬就是讲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啊，搁来了众议院的议长。对。根据美国宪法啦，吼，是有这种的规定，所以众议院的议长就有可能做美国的副总统。按你讲副总统离开，还是讲有啥物代志，无法度来执行伊的职务，吼。是。这个 Pelosi 伊都是注意这人权的问题啊。对。哦，人权，因为这人权的问题是足侪政策的攻击啊。哦，所以对中国大陆，不管是过去这个1989天安门事件，哦，还是讲即马这个香港啊、新疆啊、台湾啊，反正甲中国有关的这人权，伊都有足侪批评的意见。哦。所以，咱看见这个 Pelosi 伊议长，伊所注意的问题，唔惊这人权的问题，哦，啊，美国专部，哦，啊，伊甲这个共和党，这较早是川普总统2个人的关系，吼，啊，这个个另外就是讲，美国最近这参议院通过这个晶片法，吼，啊，伊若知影讲这2日要紧来通过这晶片法，会当将这个法案通过，所以是足大的影响力，吼啊，唔惊是注意台湾，唔惊注意这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伊若要去这个乌克兰，吼，咱知影来讲，伊新冠肺炎确诊以后，我都来东亚，但是伊5月伊有去这个乌克兰，乌克兰是战争，所以有战争的所在，伊若共阮去，所以美国。行政甲立法就完全做分开的，行政无都来强硬讲，你袂使去台湾，还是袂使去倒一个国家。是，严老师咱过来请教吼 ，Pelosi 这个政治人物已经82岁啊，人讲伊是国会内底吼魔法阿嬷嘛是一个正将吼，即马伫这个民主党内底，伊敢是做一个汤科的角色？我觉得他这一个阿嬷哦，他们有些说是淘气阿嬷哦，就是当场刚才主持人讲说撕这个川普的演讲稿嘛，而且撕的动作非常优雅了哦。那我们看他的这个从政这么多年，能够说做到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然后下来之后又做了少数党领袖。然后再回国，那这是历史上第2次，就是通常你众议院议长下来之后，因为一定是你的代理的党输掉了多数，所以你大概也就下来了。可是他那个时候还是刚才林老师有提到，在这个2011年之后，他还是又回来再做了一次少数党领袖，然后又等了你看8年之后，他又回来做这个众议院议长。但是这一次说老实话，他是看起来共和党应该是会赢得今年年底的选举。其中选举应该对共和的其中选举大概是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他会输掉，以后他就不会是议长，那就会要不要回到少数党领袖？我想民主党的少壮派可能觉得，阿嬷你应该要退休了啦，就是大概不会再给他做少数党领袖，他大概也不想再做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的未来性已经慢慢淡了啊。可是他确实是刚林老师讲的人权的议题上面，不仅新疆、台湾、香港，他也接见过这个达赖喇嘛哦，所以他是长期关心这个人权的议题。那他要来台湾，我想，行政部门拦不了他的啦哦，所以他今天决定要来，应该就是可以来的。反而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对岸有这么多的动作抗议，万一抗议的这么强，美国就让步了，不来了。那美国的威信啊 ，credibility 也没有了，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会来啊。虽然现在看起来不知道，而且刚才也提到这个德州的这个众议员 McCaul 要说他已经受到邀请。那 McCaul 也是一个长期支持台湾，我们看所有的有台的法案或者决议案都有他。那他现在是众议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很重要的成员，所以应该就是会，我觉得是会成型的。那主要的就是说 ，Pelosi 在任内
就是做过议长之后，他这么讲，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可以协调的啊，很可以就是跟共和党去对抗的。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换着年轻一辈的民主党的上来之后，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呢，我觉得中共抗议的没有道理的是在哪里啊？就是他刚才我们讲他是第3号人物啊，就是总统、副总统。可是我们常常忘记，就是第4号人物是参议院的最资深的议员。那这个参议院最资深，就是他在参议院最久，但不一定是最有影响力，也不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所以如果这样子讲，其实他就是一个排的顺序。那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认为说，美国最重要是总统、副总统，可能就国务卿嘛，国防部长这些。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北京方面解读把它讲到这么严重之后，现在北京应该也有点后悔吧，收不了口了，因为他要来，你抗议这么强，你动作不出来也很怪。不过老师 ，Pelosi 今麦来台湾访问吼，在你看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还是真正有要讲啥？我觉得他就是这是他我刚才我们讲到说他追求人权，那他如果要退休之前，他大陆已经去不了了，香港可能也去不了，他一定会要来台湾，代表他的一个志业嘛，就是他的一个 mission， 他的一个 cause 啊，他一定要来的。那我觉得他这一次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最后不能来，我相信他以后还是会来。是，好，观众朋友，咱今麦来看吼，传出 Pelosi 可能会来台湾访问了后吼，咱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吼有放一个消息咯，拜登讲啊，美国军方认为讲今麦唔是一个好时机来台湾访问吼，嘛唔是一个好主意吼，老主任。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安尼讲吼，咱就想一个代志，咱台湾的民众吼，再来拢会感觉讲民主党的政府较无挺台湾啦。啊，即马拜登总统都是民主党，啊，伊安尼讲是毋是互咱即款的印象吼，搁较增加？毋过 Pelosi 同款民主党，啊，伊即马要来访问台湾。其实拜登总统安尼讲是足无咱讲足无合常理吼，因为即个拜登伊是总统，啊，伊若是感觉讲即件代志吼无符合美国总统的利益吼，伊嘛不应该甲军方甲杀出来吼，因为军方毕竟是第一之下嘛，所以伊若是讲伊个人感觉讲即个代志，可能有风险嘛，伊做一个总统，伊根本讲我把我的部署所讲的话甲搬出来讲，所以第二我感觉讲伊讲的这军方认为即摆毋是一个好主意，我感觉伊安尼讲是足奇怪的代志。第二点嘛，就是讲吼，咱根据这个2018年咱台湾旅行法吼，台湾旅行法这个精神啊，其实台美双方的高层哦来互相来访问啊吼，是被鼓励的，是被 encourage。咱讲 encourage 这个字是伫台湾旅行法明文去写出来，嘛就是讲吼，根据这个美国国内法的这个精神，台湾旅行法，不管是 Pelosi， 还是讲布林肯，还是拜登，因是去用鼓励来到台湾。啊，相对来讲吼，台湾的这个蔡总统，还是讲行政院长，还是讲立法院院长，嘛是去用鼓励吼去美国吼，所以咱即摆就爱看讲，根据这个精神，其实吼。这个 Pelosi 来到台湾是完全无问题，因为伊只是根据这个美国国内法这个精神来到台湾啊，伊是美国立法部门的头嘛，所以伊嘛无一定要去受讲这美方行政部门这个限制，我感觉嘛无这个必要吼。一般来讲，美方的行政部门这个高层官员来到台湾是较敏感，但是国会部门是较无敏感性，吼，所以虽然讲咱拄仔讲即个Pelosi 是第三坎，吼，即美国总统继位第三坎，但是伊毕竟是国会部门，是立法部门，伊毋是行政部门啦，所以需要听拜登总统的话。所以伊若是要来，伊就是要来吼。即个部分我个人咧看，美方行政部门嘛无迄个权利去甲主动，这是爱去讲的。第三点就是讲，我感觉吼 ，Pelosi 是长期吼咧关心民主甲人权啦，啊，伊伫即个咱讲整个全世界抗中即个声势吼，啊个
为去年开始，不管是立陶宛还是乌克兰，这个欧洲这个情势，伊伫这个情势这个脉络之下，来到台湾是有一个意义的。就是讲，伊是代表美国的人民，哈，美国主流的民意，哈，因为它是美国国会嘛，而且代表美国主流的民意来到台湾，来对台湾的民主来表示支持。所以，阮时代力量，阮嘛真欢迎啊！伊若是正经来到台湾，阮嘛是会甲欢迎，因为阮嘛是希望讲，伊来到台湾了后，伊伫台湾这个行程是要安怎安排？若是有机会，我嘛就希望讲会当甲这个。Pelosi 来见面，我当面跟他来表示讲，阮非常感谢咱美方长期对台湾的支持啊，所以阮是非常欢迎嘛。是好，Pelosi 是美国立法机关的头人吼，伊根据宪法无需要听行政机关的头人，也就是美国总统的话，所以咱看到讲，白宫的战略协调官吼讲，Pelosi 要来台湾也无。出伫伊家己的决定啦，当然是 Pelosi 做一个政治人物，伊当然有家己的这个政治判断。另外，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也就是美军，算讲是参谋长吼，讲若是 Pelosi 要来台湾访问，美军会提供必要的这个安全的保护的行为吼，先到陈主任吼，歹势。咱看到讲美军要提供保护，咱看到中国吼，嘛是就是话讲甲足大声的吼，外交部发言人讲一定会采取强力的措施。另外，中国官方媒体吼《环球时报》这个总编辑佫讲吼，若是 Pelosi 要飞来台湾吼，望中国的军机吼去甲烧逼啦吼，做一个判杯吼。另外，若是发生军事的冲突，伊讲美国的航空母舰的编队吼，会去互中国来消灭。伊讲话实在是讲了足满的吼。照你来看，若是 Pelosi 来真正来台湾访问，这个军事的冲突当然会升悬，总是会到什么坎站？咱先来讲，咱拄仔吼讲美国总统拜登吼，伊讲即摆讲Pelosi 讲来台湾访问，讲这毋是一个好主意，那毋是一个好主意，你。美国总统拜登是三军的统帅呢，你来讲这军方讲这毋是一个好主意，佮你讲伊的安全顾问科比也是讲参谋联席主席米利伊讲伊讲你若Pelosi若来要台湾，军方会提供必要的协助你若讲Pelosi要求必要协助是啥物意思？就讲提供你你人身的安全人身安全可能保护你的这专机的安全，专机安全可能是飞行机半飞是美国飞行机半飞啦，半飞飞到日本的一种横田飞行场横田了后较飞来台湾这是一段，还是讲伊直接讲按关岛直接飞来台湾这个过程内中美国军方拢有使提供支援，这是正常的嘛？你是众议员的议长呢？你军方甲你保护，这是理所当然啊！感觉你美国总统讲军方讲这毋是一个好主意，你是美国总统的三个拢你的担，这是咱先讲好。毋过咱看中国时报环球时报伊陈编辑个胡锡进伊讲啥讲？伊讲你若Pelosi来我鼓励伊个中国的军机。飞话咱的台湾的上空你若美国航空母舰来，我甲你消灭。讲歹听这是空话空话是讲你哪有可能甲美国的航空母舰一个航空母舰拢甲消灭，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讲歹听你嘛无可能甲这个Pelosi的专机拍来你若甲Pelosi的专机拍来，你等于甲美国宣战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歹听这环球时报伊是前总编辑总编辑伊讲啥？这是大内宣大内宣这大家拢知那陈主任，咱讲若是真正要拍中国的军力，敢有法度真正去做这个摧毁的？咱来看这是咱军方27号宣布这个咱的防空识别区的图这个图真简单咱看每一届中国军军若要穿过巴士海峡伊是飞来一半飞来一半有一半你看下骹迄个图有一半飞行机已经飞转去毋过呢有一半飞行机往咱的单人的空域飞过来这个时间偌久呢，差不多1点钟到1点半钟。安尼来讲讲中国的军机若真正要拦截这个Pelosi的专机，伊可能占迄个空域差不多1点钟到1点半钟。美国知影
中国若真正要来拦查，伊会使改变行程啊。哦，伊改变行程，互你查袂着，吼，互你军机查袂着，这就是要技术一个改变，吼，伊袂甲你验表的，吼，伊用软的嘛。我改变，我知你当时会飞来，我甲你改变啦。啊，若讲吼，你的军机吼，比如讲佩洛西的专机要按吼日本过来吼，迄是东海迄边吼，咱东海迄边吼，咱嘛免惊。你有看到中国军机去东海的防空识别区落来数无？敢若无嘛？吼，你有敢若无？足少的吼，咱就拢看中国军机吼，踮迄西南空域踅来踅去，啊，你有看伊去东海踅来踅去，敢若无吼？所以安怎无去？哈，是安无去，因为遐有日本甲韩国啊，日本韩国嘛是防空识别区啊，吼，所以伊袂踮遐硬拼硬，吼，那袂当硬拼的吼，咱来想搁一个方式讲，伊遐的吼，伊个空域的能量足悬的吼，你袂使讲无缘无故去共炸落来，你人交通啊炸落来，迄是犯大忌的，所以我讲较歹听，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是，好，咱即摆来看吼，咱讲佩洛西要来台湾伫美国吼引起侪讨论，咱看到讲内部意见无共款，总是咱来看吼，民主党的参议员吼讲，若是中国叫佩洛西唔通去台湾，都无去，安尼都甲台湾让互中国啊嘛。另外两个共和党的议员吼，因讲佩洛西应该完全无去插中国的意见吼，甚至是提出终结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的这款的法案吼。另外，即马美国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吼，伊虽讲无讲佩洛西应该来台湾，还是无来，总是伊讲甲台湾合作，确保台湾吼会当防卫家己对抗中国是美国必要的这个任务啦吼。事实上，若是讲到讲意见分歧，咱看到讲其实意见是小可拢共款吼，林老师。我是认为讲吼，拜登政府吼，伊是较无支持啊，即佩洛西即马来到这台湾这个所在，就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嘿，所以咱咧看起来讲，英国即个《金融时报》第一届报道的时阵，伊有访问足者，6位无共款行政部门的官员，互伊的意见，所以即个有阵嘛是透过即个媒体啊来主动，来主动即个佩洛西。不过，咱原来看见佩洛西，伊做一个众议的议长，伊每一个礼拜，伊有一个记者会。是。伊7月21这个记者会，伊有讲到，伊讲到来讲。伊完全都无来公开，伊要去什么所在，这是安全因素。伊认为讲是安全的因素。这表示讲，这个 Pelosi 伊爱讲的就是讲，爱甲这个美国的政府、行政部门、军方因的意见，所以咱会当知影就是讲，这个消息已经透露出去，都有可能就是美国行政部门。伊想要来主动，这个佩洛西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吼。是。但阮若看起来，种拜登虽然讲是支持台湾，但是阮也有足个限制啊，比如讲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是，爱邀请台湾的军舰去参加这个环太平洋的演习，是。但是这是国会意见，虽然讲拜登阮有签名。但是阮也是无邀请台湾去参加最近6月都要结束的环太平洋的军演。是。佮另外这个国务院，这个无支持台湾独立，介代志啊压起来，落尾佮啊扛转去，所以伊有足个的限制。不过咱知影就是讲美国的众议的议长要到台湾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是。咱前届看到的。1997年，1997年拄啊，以这个1996 3月拄啊台海飞弹危机的过一冬，即阵这个是共和党这个众议的议长叫做 Gingrich， 为乔治亚选出来，美国的总统是克林顿，
吼，无共党还无共党。咱知影来讲，即阵这 Gingrich 带12名的国会的议员来到台湾访问，吼，伊介大前去韩国，为韩国飞去香港，为香港去到北京，为北京搁去到日本，搁为日本，佮特别来到台湾，吼。所以有一条这个漫画，就是讲这条漫画就是讲吼，伊拄拄伊台湾停的时间呐，足短的时间，可能差不多4点钟到5点钟久尔，吼。啊，所以这只飞机还搁咧烧的时阵，这烟瘾还未禁起来，吼，啊，伊就离开，吼。伊即阵拄啊拜会李登辉总统，啊连战，吼，啊连战伊这台北宾馆有来请伊食中昼顿，吼。所以对美国，尤其是即嘛，吼，甲即个1997年就完全拢无共款，因为这中国这国家全部力量都起来，所以咱就看起就是讲，唔惊是美国政府内底有无共款的意见，啊，学者专家有无共款的意见，但是我感觉最重要就是讲，你讲这个 Pelosi， 伊中国的恐吓的这种环境啊无到台湾，我看这个是对美国完全是要安怎讲美国会来保护台湾，还是来协助台湾来防卫，这个完全都无法度连接起来。所以伊即届伊的决定啊，我感觉是一个足好，咱会当来观察这个拜登政府还是美国的政府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是。Pelosi 结局有来还是无来，咱即马也无法度知影吼。总是侪人讲，明仔载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习近平通电话，伊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 Pelosi 伊家己的判断。咱来看拜登甲习近平通電話的報道。美國總統拜登25甲洛克希德馬丁等美國企業代表舉行視訊會議，呼籲支持積極推動的晶片擴產法案。這項法案會對美國的半導體生產提供1.56兆台票的補貼，避免晶片無夠的衝擊。拜登也警告中國當地求企業搶美國的後卡。It's no wonder China's watching this bill so closely and actively lobbying U.S. businesses against the bill. 拜登2月確診新冠病毒，美國專家認為，79歲的拜登佇注4劑疫苗了後，也是確診，應該是感染到 Omicron 變異株 BA.5。拜登2月就講，恢復情形正好，一定這個禮拜就會當重新辦公。白宮佇美國時間2日也要召開疫苗峰會，討論次世代疫苗的生產問題。另外，拜登2月也表示，一定這個禮拜要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通話，這也是兩人佇今年3月18日了後，再一次進行熱線對話。President, will you speak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this week? That's my expectation, but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at gets set up. 拜登確診了後，隔天白宮證實有收到習近平的慰問。這屆兩個人的通話一定會包括美中貿易、人權，也甲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的議題。另外一方面，在中國嚴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下，印尼總統佐科威罕見的受邀請到北京訪問。27甲28，佐科威要轉往日本甲南韓。佐科威2日會見習近平甲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可能會當面邀請習近平出席今年11月15甲16。在印尼舉行的 G20 峰會，也可能促成拜登2020年1月就任了後，兩個人頭一屆面對面會談。泰國方面也表示，北京已經通知泰國，若做無意外，習近平會出席11月18甲19在曼谷所舉行的 APEC 峰會。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好，嚴老師，拜登甲習近平吼，即個講電話內容講啥，咱小等再來討論。總是即馬有人講吼，因兩個人通電話，即個熱線吼，若是講了真拄好、真好勢吼，可能會致使佩洛西決定無要來台灣。你感覺真正敢會有這款的影響？我覺得即使他們通了電話之後啊，你要改變佩洛西不容易啊。那我覺得美國這一次操作不是很好，就是剛才劉主任也提到，你拜登說軍方反對，那你自己就是軍方三軍統帥，哦，那就表示你反對嘛？那為什麼你不扛下責任？那他又不願意這樣子講。那說老實話，美國這個三權分立，他真的是沒辦法改變這個佩洛西，而且佩洛西啊，說老實話，在上一次擔任眾議院議長的時候，
帮奥巴马通过了这个奥巴马最重要的这个 Obamacare 嘛，就是这个欧记健保，所以他在很多的议题上面，他是真的是可以帮忙。那拜登还需要他哦。现在还有一些议题，众议院包括这个一个第2期的这个基建法基础建设还需要他嘛，所以你也不能真的得罪他。他从现在到年底到明年初结束之前还有会期，他还可以产生一些作用，所以我认为他是会来那今天他们去拜登跟习近平谈话，虽然我们看到释放出来，我们一开头以为说要讨论关税了，因为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嘛，好像会讨论关税，结果政府说不太会讨论这个，而是乌克兰第一个，对不对？第2个就是台湾，那第3个可能是彼此的一个竞争关系，也是我们讲的护栏guardrail，就是不要希望说双方有可能会擦枪走火，但是不会演出重大的措施嘛。我们讲护栏就是会出车祸，但是不会死亡就是有一些保障，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主要还是要谈乌克兰跟台湾了。那在台湾的议题上面做完了这个拜登其实可以跟习近平就老实说，对不起，这个女人我管不动的。你管得动你老婆吗？也不一定嘛，对不对？这个就这样子明讲就好了。我觉得就是，但是我的政府的立场，我让你知道嘛，我军方都反对。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有这样的冲突。但是这个是民间的，所以这一点还是就包括台湾跟大陆，我觉得都要搞清楚。因为我们常常只要看到是议员，都觉得就是官方。美国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民意代表。那可以把它解释成民意代表，就把这个紧张的情况淡化很多。但是对岸，因为他连党政都不分，更何况去分这些这个三权的问题，所以比较难理解这些。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们开始喊话喊得这么深，分贝这么高，动作这么大，是错误的了。是。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习近平通电话可能会讲啥？伫国际议题面顶拄则严老师有讲到可能会讲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这个问题。另外，就是2个甲原子弹有关系的议题就是北韩甲这个伊朗甲美国有这个协议嘛，这甲原子弹的这个武器是有关系，这可能会是因咧讨论的代志。另外，伫美中关系这个议题面顶拜登可能会顶头甲习近平讲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这个问题。另外，拄则严老师有讲到讲美中的这个贸易问题、关税问题，即马可能未讨论另外有这个天气的问题老主任，咱若是看到讲这个规个这个讨论的这个议题内底若是讲美中贸易问题。关税这无要讲你看美国甲中国即马习近平甲拜登通电话，一定是2边咧化价嘛在你看倒一边的这个化价较有力头咧？其实我同意阮拄严老师咧讲，就是讲其实美国甲中国因2边双方内部拢有一寡代志来处理，但比如讲中国今年是20大嘛，美国有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所以讲其实2个国家因内部拢有一寡个压力去回应对习近平来讲，因若是伫即个但是伊无足强势来表态，伊无都对因人民解放军这个鹰派来交代，所以伊一定爱讲。所以伫即通电话，我预期台湾问题绝对是习近平迄边会去强调的至于讲拜登这边要安怎去回应其实我是感觉足奇怪，就是讲拜登伊家己做这个三军这个统帅其实伊应该较有这个担当，较有这个肩膀到底美方行政部门对于 Pelosi 敢爱来台湾，其实伊会使讲就顺其自然就好美国的军方向来是扮演比较鹰派的角色啦所以伊公开咧讲这个美国的军方讲对这个 Pelosi 来到台湾，伊认为讲有这个可能
不是很安全啊，就是这个对美国军方这个形象也不是很好。我坦白讲哦，所以伊安尼讲是足无恰当的。讲到这吼，Pelosi 其实足够做人，因为记者有去甲问讲，拜登总统讲军方无同意，讲唔是一个好时机。Pelosi 伊家己讲无啦，军方是咧烦恼讲中共可能会来干扰，伊嘛是介晓做。因为 Pelosi 是咱讲老江湖啦，伊知影要安怎去应付这个。但是我是感觉讲吼，拜登伊做一个总统吼，伊公开示弱吼，安尼是足无好。我嘛是搁来强调，就是讲吼。Pelosi 若是正经顺利来到台湾呢，后一步就是台湾上会当去美国。哦。因为台美各站这个互访是互相的嘛，伊是伫这个咱讲基于平等、尊严、互惠这个环境来做互访，所以咱讲礼尚往来。所以 Pelosi 伊即马是美国总统第三任嘛，这个继位第三任来到台湾，后一步就是讲啊，台湾像是。台湾这边的总统第三任，好，就我的了解，应该是行政院院长、总统、副总统，再来应该是行政院院长。所以这是不是代表讲基于礼数，吼，咱的行政院长后一步会当找一个适合的这个时机去访问美国？是，好，所以讲这有一个互访，因为伊一定会当面来邀请嘛，讲嘛欢迎咱蔡总统啊，是上啊有这个机会当来美国，我一定会来甲恁交流，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安尼的这个招呼嘛。而且讲台湾这边总统继位第三任是上，我查了一下，应该是行政院院长哦啊，但是目前咱阁揆是无方便去华府的嘛，应该是安尼嘛，所以若是讲咱讲不管是这个苏院长，还是讲医疗上来正医的，拢共款。那是有些咧互访吼，安尼对中国来讲，一定会跳起来讲，奇怪，你即摆台北上讲来愈来愈正式，愈来愈官方哦。所以所有的外交拢是一棒接一棒吼，有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吼。所以我也就期待讲，第一 ，Pelosi 会当顶住这个压力来到台湾；第二就是讲吼，伊伫台湾这行程要安怎安排；第三步就是讲，敢有法度。后回换咱台湾的歌站去美国的华府来甲访问安尼。是林老师，老主任所讲的，互咱想到讲，拜登总统会甲习近平强调这个一中政策，总是咱看到美国在处理甲台湾的关系时阵，虽然有一个一中政策吼，伊认知到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总是咱看到迄个春秋的空间足大的，而且外交部嘛针对这通电话吼，讲美国有先来安打台湾啊，有先来通知吼，所以讲拜登总统甲习近平讲，一中政策，搁再讲一摆，这意义敢唔真大？这个对北京来讲啊，吼，是足大这个民主啊，吼但是咱知影来讲，美国的政策，吼，就是讲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讲是美国来定义的，吼，美国家己。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伊一个中国的政策，伊会当去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是，吼安尼讲台湾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总统爱来通知美国国会，吼来采取适当对台湾安全有好的一寡行动，所以咱知影就是讲，因的通话内底啊，吼，应该是会讲到啦，吼，讲到就是讲。美国来遵守伊本身一个中国的政策，吼原来会讲就是讲，伊无支持台湾独立，吼。那咱像这个 Pelosi， 伊原来本身伊这记者会内底原来有讲到，吼，就是讲，伊并唔是来支持台湾独立，吼，这台湾独立是台湾的人民家己爱去做决定的，吼。所以就是讲这台湾的议题，因这两个通话内底，我相信是占较大的部分啦，吼，较大部分并不是讲超过50%，应该都没啦，吼。但是就是讲比过去会较济出数啦，吼。就是讲拜登伊即届这个政策内底，原来搁一届互美国还是全世界拢看到，完全都看伊安那来欢迎这个 Pelosi 来到这个台湾。对于美国来讲。伊也能够要做准备，吼，一定有法度来确定 Pelosi 甲一寡
国会的议员会当安全来到台湾，无受到什么款的影响。是。但主任，咱看到讲拜登总统甲习近平可能嘛会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这个代志。咱这战争拍到即马已经4、5个月一直还无法度收煞款啊！伫咧中间，中国一直伫徛伫边仔咧徛深水看两边算讲是看马相打。即马中国伫这个战争内底的角色算讲是因的影响是可能。因有介入啊，还是讲伊无搁支持罗西亚，所以变做较重要这敢会演变做美国对中国较无迄款化解的空间呢？这是咱的呛死啊！咱讲歹听乌克兰甲罗西亚这个战争已经拍到所谓的消耗战了，讲送的武器较济所以你会感觉讲但罗西亚的武器愈拍愈济啊。虽然讲咱的晶片很重要你若感觉罗西亚的飞弹那愈拍愈济伊用旧的嘛会使你就知战争的初期伊讲罗西亚竟然甲迄种古早日出大战迄啥装甲列车开出来然后还有迄旧的 T62战车嘛开出来所以讲歹听，你若要比人比战车你乌克兰可能无法度比罗西亚较济这是事实那即马呢即马讲你美国就是讲欧洲的国家在支援迄个乌克兰罗西亚要找上支援巴基斯坦吗？还是讲中共？中共嘛中共有啥物啊？中国嘛一寡武器譬如讲无人机无人机中国咱讲歹听，伊做一寡无人机做了袂歹你有法度去支援罗西亚吗？你敢去支援罗西亚嘛？还是讲你敢像土耳其去支援的 TB2 就这种无人机去互乌克兰？你可能唔敢，即摆看无，毋过中国嘛咧官方讲，我若支持罗西亚，美国会对我安怎无？可能踮即个议题，其他议题来讲会交换，比如讲北韩伊朗，还是讲对台湾的议题对台湾议题，对咱有好处来讲你若讲中国若支持罗西亚，你可能伫咧台湾议题，你就可能较无力去对咱来施压这是一个重点那即摆讲歹听你佩洛西来台湾你要处理这条，中国就咧伤脑筋你咧环球时报你花甲要来抬甲流血流对你到时阵啊规飞机无飞来咧所以即摆对中国来讲，就头壳摸烧你知道？你到底要处理安怎佩洛西来就遮讲来，你要派军机还是军舰过来台湾？拢毋是安怎做你即摆佫有罗西亚嘛是讲你中国哪要甲我支援？伊发足久啊呢？咱即摆看无就讲即摆中国支援罗西亚偌济，敢若无所以即摆中国头壳摸烧啦。毋过伊中国头壳摸烧对咱来讲，咱是有利的咱就靠迄个呛死甲空间去美国化解这是咱的呛死。是好，咱看到。佩洛西可能会来台湾访问，这唔那是中国甲美国、美国甲台湾这个关系尔，这嘛牵涉到讲东亚的这个区域的安全以及伊的平稳甲稳定咱即马来看日本的议员来台湾访问，甲蔡英文见面所讲的话。我们知道，守护台湾不只是为了守护主权，也更是因为就区域战略安全而言，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非常关键的防线，我们会跟日本以及其他民主伙伴继续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ウクライナの状況をめぐって総統閣下が自分の国でできることは自分で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自分の国でできることをしない国をどの国が助けてくれると思うかということを国民に向けて語りかけられました。大変感銘深く拝聴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尹老师，咱看到影片内底日本的议员伊西巴伊所讲的话嘛代表讲日本愈来愈重视这个台海的安全，因已经把台海的稳定甲安全成做日本本身的这个国家的利益这甲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是有关系，敢是？我觉得当然是跟美国的立场是非常的趋近但是另外他讲的话也跟美国最近看到一堆官员也好，议员来访问都好，前任的官员或议员来访问都会讲到，就是说台湾的自己的防卫力量一定要出来。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看国际的各个不同的跨国的一个这个民意调查，就是对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他的表现的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很多人同意的是觉得说美国没有直接跟核武大国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不派兵，他们就觉得对的。经济制裁也好，或者说送武器也好，那如果这是美国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比较共识的话，那我会在台湾，我就会想到这个同样的问题。万一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美国会提供我们很多的军事情报啊，然后美国会提供我们很多的武器，但是会不会真的出兵？那美国总统看看他国内，看看他国内对乌克兰的反应啊，看看他国内觉得说，哎，他们不希望跟俄罗斯这个核武大国有冲突，那会不会也不希望跟中国也是核武国家也有冲突？所以我会认为说，为什么最近看到的都是说希望我们台湾恢复征兵制啊，甚至前国防部长这个 Esper 还说女性都要当兵啊，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天助自助了啊，就是你要先自己展现出你捍卫国家的决心。那我相信日本跟美国他们都会后续是会有这个来台湾协助的可能。但是假使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征兵制，然后我们后备军人的训练也不足的话，国防经费也不足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让美国总统也好，或日本的国会议员支持我们，去说服他们的国家说我们要出兵帮忙台湾。那因为一定会有声音说，你们台湾年轻人自己都不当兵，为什么要美国这样子做？陈主任，严老师讲这个问题，你有看法是安怎？讲啦，咱家己国家家己救啦。你要讲少年的吼，无爱做兵吼，其实拢免讲吼。咱有的少年讲啊，你拢中年人你创啥？讲我歹听吼，咱中年人兴国家已经兴起哦。咱搁看一个现象，世界上敢有一个老人还是中年人做兵的国家会强盛？无。拢是少年做兵较会强大嘛。美国即摆是啥人做兵？少年人咧做兵嘛。少年人啊，30、40岁咧做兵嘛。因为这吼，其实体力拢较好吼。这不管武器安怎好吼，其实你体力年纪拢爱轻，吼，这是正常的啊。你无可能讲像古早咧，吼花木兰迄时代，伊老爸去做兵，这款国家已经衰败吼。所以咱少年人莫怨叹哦。你家己要吼民主自由，你爱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你就要是爱人吼。人爱去做兵，做兵毋是讲好去做步兵，毋是。即摆武器吼愈来愈先进啊，你爱去训练吼。所以训练即摆来讲吼，咱即摆拢是专业的哦，专业化的哦，职业军人吼。职业军人爱训练吼，你若无去做兵，讲我歹听，你的自由哦，咱淡江去讲话当时哦。咱的三军拢伫保护咱的安全吼，所以咱来吼这嘛爱甲国防部讲哦，你讲吼，咱爱带吼这少年朋友去看看国军即摆备战的状况啊，伊安怎训练吼，伊安怎保卫咱台湾吼，甲这个辛苦面吼，甲大家讲吼，做兵吼真正是辛苦，啊不过自由平等的代价就是安尼来。是。观众朋友，你若感觉讲台湾受到的军事威胁吼愈来愈悬，用另外一种看法，嘛是讲咱台湾伫这个区域安全内底的地位愈来愈悬、愈来愈重要的原因。咱来看美国官员来台湾访问的一个历史吼，咱看到1992年来访问的是啥物人？叫做贸易代表。过来1994年克林顿总统运输部长吼。1997年，咱看到伊的众议院的院长有来台湾，不过林老师拄则有讲到，这伊就甲总统吼无共党，而且伊停的时间足短。过来1998年，你看能源部长2014年是环保署长 McCarthy 来台湾，不过Trump 总统了后到即马吼，咱看到卫生部长来台湾副国务卿来台湾，即马是国会的议长可能会来台湾吼。林老师，咱伫这个过程中间，敢真正看会到讲美国甲伊甲台湾的关系愈来愈提悬呢？应该是爱安尼的发展啦。咱看起这2018当2018年，有这台湾旅行法，这台湾旅行法就表示讲，台湾的官员。高层的官员，美国高层的官员会当搁较自由，搁较济来访问对方。是，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法律，美国总统有签名，所以
照你讲，美国甲台湾应该以这个台湾旅行法的环境的下骹，应该爱增加。是高层官员的访问，会当入美国的政府对方会当入来咱的外交部、总统府来见面来讲话吼。所以最近的当然是2020年呐，是这川普上尾一档啊，过去这几档内底，美国的法律真正是对台湾有较济的帮衬，唔惊这台湾旅行法，然后有一个法律是这2020年川普签署，是台北法就是讲美国爱来协助台湾，会当佮有较济的国际的朋友，咱讲有一个国家伊要来甲台湾断交，美国的政府会当来减少对这个国家经济的援助，所以安尼看来讲，这个美国甲台湾关系哪来哪提升，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是，这个有哪甲中国有足大的关系，因为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威胁，和足济的国家都会特别注意到。台湾虽然讲唔是主动去挑起国际的注意力不过咱看乌克兰战争即届这个普罗斯要来到台湾，这咱讲是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做关心。是，老主任，咱来看唔那是2018年这个台湾旅行法而且2021年都是去年的时阵，美国阁有取消美国跟台湾交往的限制，都是因为内规本地是这个算讲是大家拢卖讲，总是高层的官员未甲台湾往来，即马是会使，而且阁鼓励咱。再来看到美国高层的官员来台湾访问的时阵，咱当然嘛会欢喜当这是嘛有一个期待，讲关系愈来愈好。有人有期待变做较无现实啦，讲是毋是要建交安尼未来美国的官员来台湾访问咱伫这个期待甲现实中间安怎平衡才对？有期待拢是好事啦，我个人嘛拢做期待，有时间会当甲美国来建交啦即咱拄咱阿托咱讲个对台交往即个准则有即个解除，这是最重要。因为过去咱伫美国的时阵咱包括咱伫华府伫美国即个官员，那是讲要去拜访美国的官员，拢袂当伫因迄个。国务院去栋大楼去见面所以拢伫附近的餐厅、咖啡厅来见面所以慢慢渐渐拢看到讲，即个对台交往即个准则去解除咱看到咱驻美代表处、咱的大使、咱的即个秘书会当直接进去因国务院即个大楼内底来做正式的即个访问，这都是一种突破啦这是我非常迄个过来讲，这个对台交往准则嘛是去反映着讲其实美国国务院全世界即个驻外管处即个大使甲台湾的官员的互动，你比如讲，其实阮这2年定下看到讲即个美国驻日本的即个大使甲公司去含咱谢长廷即个谢大使去伊的官邸去食饭其实我们不要小看，因为伫过去是较无可能的。过去不管是咱台湾的大使去美国驻日大使的官邸，还是讲美国的大使来谢大使的官邸，伫过去拢是有真侪限制，因为可能有，但是拢无得公开。但是呢，基本拢会当公开。也不止日本咱看到欧盟嘛是同款，咱看到这些法国的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比如美国国务院，以这类对台交往准则一旦解除了比如全世界美国的驻各地的大使，跟台湾的这个代表去互动的时候，越来越没有限制，会当公开，会当伫各自的官邸甚至是在办公室来会面。所以我感觉讲外交拢是一点一点去突破台美外交对台湾外交来讲都是一锤定音的，它有一个定锚的效果，伊拢是有一个 anchoring， 一锤定音只要台美外交处理好势，那么刚看到讲台湾伫全世界外交慢慢的可以越走越宽广了嘞。是陈主任，咱看到
美国前国务卿吼 Pompeo， 伊有发文讲要甲 Pelosi 做阵来台湾吼。啊，咱会当看到讲，Pompeo 是要选总统的人呢，伊就会安尼讲，未来是毋是这个处理台湾的问题，变做美国要争取大位的人一定爱处理的问题呢？我讲我摆听吼，台海议题吼，甲中国的要开会，也是讲吼，2007年吼有关系吼。不管吼中国是建军建党吼，伊迄纪念日吼，拢有大动作。那大动作之前吼，美国也是讲其他各国吼，对咱国的支持，无管是声援吼，也是讲讨论，也是讲智库的讨论，也是讲军事议题吼，讨论咱对咱好的，咱拢接受。咱若对咱歹吼，咱会使选定吼，咱的国安团队会使选定。我相信啦，咱的国安团队嘛毋是念头，咱绝对会使选定，咱会使选定咱最好的吼。最好的吼是讲，咱讲我摆听，咱边有一个派出边吼，派出去要安怎生存，这是一个智慧。我相信咱政府应该是有这个智慧。是，多谢四位来宾。